我係千金金業嘅創辦人 Winnie， 我哋千金係全港首間推出全新一手結婚金器租借服務嘅樓上金鋪。結婚金器正係由傳統嘅全買模式轉變到更加靈活嘅混合模式，講緊即係買家租金器嘅新趨勢。我哋好多嘅客人咧都會買1至2件嘅金器作為留念同埋傳承嘅用途嘅。另外佢哋都會喺度租一整套嘅全新金器，係作為婚禮上面短暫嘅使用啦。咁佢哋就唔需要再理會金價嘅上落啦。近排金價其實都升得好犀利啦，差唔多去到5萬蚊一兩。咁未買金器嘅長輩或者新人咧，佢哋可能都暫時失咗預算，咁所以佢哋都會傾向租金器嘅。而家新一代咧嘅年輕人，佢哋對於金器嗰個觀念係有所轉變啦，佢哋唔一定要擁有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好多長輩佢哋都會過嚟租用金器，咁就將本來用嚟買金器嘅預算，去送一啲更加實用嘅禮物俾新一代嘅。2026年熱門嘅金器款式咧，都會係翻啲立體硬金嘅龍鳳手鐲啦，同埋立體金豬牌嘅款式。咁硬金做工咧，會令到佢哋特別闊啦，特別大，咁立體效果就會特別明顯啦。